空話時空，而家進入今日嘅時空觀察。呢兩日高士下跪呢一幕俾媒體定格嘅係啱啱過去嘅5月4號，到訪澳洲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喺堪培拉嘅戰爭紀念館向無名戰士墓下跪同獻花。呢個舉動令國際輿論側目，好明顯呢個係想塑造一種反省戰爭歷史嘅形象。但係咧行動上咧就喺尋日，日本喺800式岸基反艦導彈喺美菲肩並肩軍演入邊發射，呢個都係戰後日本首次喺境外發射進攻型導彈。除此之外，呢段時間日本嘅解禁武器出口、鼓吹修憲等等一連串問題上，更加係頻頻挑釁。咁所以高市一方面咧下跪獻花，想塑造一個反省戰爭嘅形象；另一方面咧又積極推動新型軍國主義、推銷武器，咁樣嘅反差，其實説明咗啲咩呢？今日嘅時空觀察，我哋就嚟重點聚焦。根據日本外務省發布嘅消息，4號喺訪問澳洲期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嘅堪培拉嘅戰爭紀念館向無名戰士下跪獻花，呢一幕俾好多媒體形容為荒謬嘅歷史和解表演。要知道就喺10幾日前，高市早苗先啱啱向供奉住14名二戰甲級戰犯嘅靖國神社獻咗祭品，轉個頭又向曾經俾日軍屠殺過嘅澳洲軍人陵墓懺悔。至於澳洲堪培拉呢個戰爭紀念館呢，係澳洲最具象徵意義嘅國家戰爭紀念設施之一。最初呢，佢係為咗紀念喺一戰入邊陣亡嘅士兵，之後呢就擴展到紀念二戰同埋其他海外軍事行動入邊陣亡嘅士兵。喺二戰期間，雖然地理上比較隔絕，但係澳洲都冇能夠避過日本軍國主義嘅侵略魔爪。我哋一齊睇下一段短片，了解下呢段歷史。1942年2月19號，242架日本海軍戰機突襲達爾文港，呢次都係澳洲本土第一次俾外敵空襲。解密文件顯示，當日日本投彈量甚至多過珍珠港事件，導致澳洲方面大約600人死傷，港口設施幾乎完全摧毀。之後20個月內，由西邊嘅埃克斯茅斯到東邊嘅湯斯維爾，澳洲北部仲遭遇咗97次空襲。由空襲達爾文港到出動細型潛艇襲擊悉尼港，再到無差別嘅擊沉醫療船同商船。二戰結束時，日軍嘅瘋狂侵略導致超過39000名澳洲人喪生。二戰期間，有22000幾名澳洲士兵俾日軍俘虜，受到極度殘忍對待，當中有36%嘅澳洲戰俘因此死亡。日軍仲曾經喺印尼用澳洲戰俘做過氰化物毒氣實驗。每年4月25號嘅澳新軍團日，澳洲全國都會舉行隆重嘅紀念儀式，去緬懷喺戰爭中犧牲嘅士兵。而最近，日本同澳洲正式簽署咗一份軍售合同，日本會向澳洲出口日本嘅最上級護衛艦呢，呢隻係日本最先進嘅隱形護衛艦，亦都係日本自從2014年放寬武器出口禁令以嚟最重要、最大份量嘅一單軍售訂單。佢哋嘅背景之下呢，曾經向14名二戰時期甲級戰犯獻過祭品嘅高射素苗呢，依家竟然會向澳洲喺二戰中犧牲嘅戰士跪低獻花啦！佢哋呢種選擇性跪低嘅目的，可能就唔難理解啦。最近一段時間，日本政府嘅危險動向非常頻繁，好似解除殺傷性武器出口限制、試圖突破無核3原則、推動修改和平憲法等等。就喺尋日，日本嘅800式岸基反艦導彈嘅美菲肩並肩軍演入邊發射，呢個都係戰後日本首次喺境外發射進攻型導彈。同時喺日本國內，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之後，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正喺度為擴大銷路搖旗吶喊。日本輿論對此都充滿擔憂。我哋一齊嚟了解下。6號，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親自喺現場觀察咗日本800式岸基反艦導彈發射。同時，日本政府解禁武器出口之後，小泉進次郎正喺度為擴大銷路搖旗吶喊。5號，小泉進次郎同菲律賓防長特奧多羅會談，雙方同意為咗出口日本海上自衛隊救護衛艦而新設工作磋商機制。共同社報道，成為出口磋商對象嘅護衛艦係阿姆威級日本海上自衛隊教練艦。TC-90 嘅追加轉讓都被列為磋商對象。不過，日本國內輿論對此充滿擔憂。日本共同社6號報導，針對日本政府將武器出口當作外交手段嘅做法，在野黨中到改革聯合幹事長哲盟指出，呢個做法可能會損害和平國家嘅根基。包括中道嘅內籠在野3黨曾經要求政府將事前通知國會定為義務，但最終都冇實現。
3月共同社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有56.6% 受訪者表示唔應該容許出口殺傷性武器，即使喺自民黨支持者之中，好多受訪者都持謹慎態度。解禁武器出口其實係背離咗專守防衛嘅原則。中國外交部對此表示，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已經構成咗現實威脅。岸田文雄一方面下跪獻花，塑造反省戰爭嘅形象，另一方面又積極推動軍國主義。呢種反差究竟反映咗啲咩呢？我哋而家一齊聽下專家點樣解讀。高市早苗呢，一方面喺澳洲下跪獻花，表面上好似係對當地二戰受害者所謂嘅緬懷，但其實質上呢個只係日本右翼勢力為咗改變戰後國際秩序而做嘅一場表演。日本作為二戰嘅戰敗國，佢嘅右翼勢力一直都唔甘心接受呢個地位，成日諗住要改變戰後嘅安排，突破二戰之後嘅國際秩序。所以呢，今次日本就專登咁喺美西方陣營，好似澳洲咁，呢啲曾經參加過對日作戰嘅國家，利用美西方而家想靠日本咁壓制中國嘅所謂戰略利益，搞咗一次所謂歷史和解嘅表演。其實真正嘅目的就係想粉飾自己想改變戰後國際秩序嘅野心，為咗令日本可以恢復做返政治大國、軍事大國，減少阻力。再深入嚟講，高市掃描政府打住緬懷戰爭受害者嘅旗號，但對於嗰啲曾經俾日本侵略得最嚴重嘅亞洲國家就扮聾扮啞。與此同時，佢又喺國內積極推動修憲同埋抗軍，佢掩飾佢搞日本新軍國主義。呢種反差證明以高市早苗為代表嘅日本右翼從未深刻反省侵略歷史，佢哋將獻花下跪當做外交工具，服務日本地緣政治野心。國際社會必須警惕日本表面和解之下掩飾緊嘅擴張主義傾向。